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感谢你赏赐大稳定，呼召引带阮众人诚做你的家儿，伫今早起会当三到主持做伙敬拜。愿主你信心做工，开阮的心、阮的耳孔、阮的目睭，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，照你的旨意来行，伫你的面前，恩献就恳求祈祷，靠主圣名求。咱来回想一下吼，伫罗马教会中间，其实会当初分有两群人，一群是犹太的信徒，另外一群是外邦人的信徒。因为犹太人因有真久长遮个信仰的传统，要毋过即群外邦人是大家加入即个信仰的群体内底，真自然生活习惯、律法的观念、文化的背景，拢无相像，甚至有真侪差别。要毋过，认真想一下，遮个无共款的中间，一间教会会面对一个真实际的问题，就是讲，因敢会当真正互相接纳？真正会当互相接纳吗？一群人会当伫即个无共款的中间，做伙同心群体祈祷嘛？我毋知大家敢有印象，顶礼拜吴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其实第50到第60有提醒咱的吼。保罗毋是要求罗马教会所有的信徒爱别人讲啥拢同意，要毋过爱下日子，无论是坚固的信徒，或者是软弱的信徒，拢爱合适祈祷，毋是求家己的欢喜，嘛袂当互家己才会确信，结果反倒互别人绊倒。爱互相接纳，所以头前先讲起，就是坚固的甲无坚固的应该互相接纳。愿望众人会当有合一的心志，然后安怎同心同声而乐上帝。伫咱教会中间，刚才有一款兄弟问一寡问题吼，咱今年做伙庆祝140年。咱想一下，安尼150年，咱的教会是做甚物款？咱遮个青年是毋是要当留落来，变做咱教会勇壮的一群会当服侍同工？伫咱教会是毋是有一寡差别？有啦，咱着好好心情。要毋过，伫安尼情形下面，咱会当行偌远？罗马教会就是因为有一寡差别，观念有一寡冲突。有可能就有彼此无理解的所在，所以使徒就要一直教示，一直分享。要毋过保罗敢有甲因讲，恁爱先将所有的问题拢甲伊解决，敢若无吼，咱无听到安尼的信息。伊反倒伫安尼处境的中间，先宣告，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愿望。和合本将伊翻译做，互恁照着信心的能力大有愿望，就是今日讲题。要毋过，愿望对倒位来？愿望是对倒位来？咱先做伙来看罗马书第15章13节，邀请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愿赐愿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搁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愿望。这在圣经上毋是一种命令，是祝福。毋是要求，是应允。遮注意的保罗讲啥？是讲赐愿望的上帝。提醒咱什么代志？就是愿望毋是对环境，毋是对人来的。当耶稣应允会赐落信心的时阵，伊是安尼讲的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邀请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我将平安留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。讲平安吼，咱亲安嘛讲平安，要毋过心内底到底有甚物款的平安？当人会当享受上帝的救恩，得到应允的时阵，心内底会产生一种平静的感受。保罗伫教示腓立比教会的时阵是安尼讲的：腓立比书4章第60到第7节，邀请咱各做伙来读，请。
甲大道，将你所求的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过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真正会藏伫咱心内底，因为上帝迄个旨意是拯救，上帝嘛保守咱。咱人做会当得到赦免，甲上帝和好，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了后，心内底就有平安。伫遮保罗有特别讲3项代志，就是欢喜、平安甲愿望。认真想一下，这拢毋是对人会当来的，拢是对信心的能力，上帝所赏赐的。换一句话来讲吼，教会未来安怎？毋是看咱外高，咱偌济人，是上帝的信息，伊在存在，所以咱3个组织。接线，咱要倒转来看到第7章，邀请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所以为着荣耀上帝，恁着互相接纳，亲像基督有接纳恁。咱若是研究罗马书吼，好好看一下14章开始，一直到15章的第60个所在，拢是咧讨论，安怎接纳坚固的人接纳，担当遮个软弱的人，然后互咱一寡提起。所以头前有讲，所以嘛哈。要毋过，所以恁是讲啥物人？就是我头前有分享到的犹太信徒甲外邦的信徒，安怎？为着荣耀上帝，恁着互相接纳。这听起来是一个真鼓励咱心的一句话吼。要毋过有较困难。要毋过这嘛是足实际。真好的呼召，为着荣耀上帝，恁着互相接纳。接纳这个词吼，毋是讲吼，咱爱完全共款啊，嘛毋是讲别人讲啥我拢讲好，只是讲伫基督内底，因为基督先接纳咱，然后咱嘛承认一项代志，你嘛是先受基督接纳的人。有基督接纳咱才有改变，才有成长，才有三甲行的可能性。这就是愿望的起点。毋是讲咱外头，咱有啥物能力无法度，因为基督伫咱诚做罪人的时阵，伊就替咱死，伊接纳咱，所以咱有机会看见别人无共，也毋过要永远合适，互相接纳。对罗马教会来讲，是一个真大挑战，因为犹太信徒有可能就想讲，我是信这个律法甲传统的人，这外邦的信徒有可能想讲，我伫基督内底已经得到自由啊。甲你们是安尼讲的，就好亲像基督伫咱需要灵敏的时接纳咱，所以咱应该为着彰显、感受为上帝荣耀，伫基督内底互相结连。但是因为今日咱的教会共款嘛面对一寡挑战，但有可能吼信主已经30-40年以上啊吼，有诶有吼。咱属灵的背景嘛无啥相像，对一寡议题想法嘛无共。伫我过去教会服侍的时阵，捌有一个长老讲到传福音，你敢知影伊有提议咱要做啥？伊讲吼。咱吼着爱行大旗，伫路顶，亲像过去的宣教师咧大声吼讲来信耶稣，咱来安尼传福音。我真听着惊着，我想讲，即摆若是安尼吼，咱有可能要先申请，游行要申请嘛吼。真趣味，咱想法经验过去怎样信主，咱体会，咱要怎样分享福音，有可能拢无共。咱真容易用家己的标准来看别人的想法，来想别人的信仰是好还是歹。要毋过千万毋通袂记是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先互基督接纳的，无共不要紧。要毋过
若是看伊不顺眼，也是咱好好想一下，伊嘛是受基督接纳的。咱千万毋通袂记一项代志吼，保罗有讲起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为着荣耀上帝，为着荣耀上帝啦。想起咱台湾教会是不是一个荣耀上帝教会？哇，惨啊！大家无管是回答讲想说啥，咱是不是一个荣耀上帝教会？是吼，无大声应，心内底有应就好。也毋过，教会若是会当伫遮个差别中间互相接纳，检测即个世界看见咱无相像。伫遮其实有两个赞处吼。第一方面就是信徒爱先互相接纳，才会当荣耀上帝。第二部分是信徒彼此接纳，爱亲像基督接纳咱同款，才会当荣耀上帝。所以爱想的是，咱有互相接纳无？咱有亲像基督接纳咱来互相接纳无？则煞保罗要引带咱来看见，其实即个愿望毋是只有伫教会内，而是过去上帝已经早有应允啊，会当扩展到列邦的中间。保罗对罗马教会信徒是安尼讲的：第8节到第9节头前半段，咱做伙来读，请我甲恁讲。显示上帝的信息，通证明上帝对咱祖先的应允有实现，嘛要互外邦人因为上帝的灵命，通归荣光互伊。则有一个词吼，真最受教理的人的册音，现代中文译本直接翻译做犹太人的仆人。想一下，基督已经在服侍众人。是用安尼来实现上帝对列祖的应允。咱做伙来看《加拉太书》第3章第8节，邀请咱做伙来读，请。圣经事成就知，上帝维护外邦人对神甲伊有合意的关系，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宣传予亚伯拉罕，讲地上万民归因为你得着福气。哇！上帝应允啥？伊应允会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代有救恩啊。然后万百姓会因为亚伯拉罕来得到福气，只要咱相信。所以咱外邦人既然拢伫即个应允的内底，就无够需要去受甲咧，才真做犹太人，才得到迄个福气。对上的万民为，因为你得到祝福。我毋知大家听即句圣经咋敢有印象吼？创世纪12章第3节，就先讲起外邦人为因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基督来得到福气，因信称义。咱新的圣经翻译讲，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是对遮开始的。这是上帝早就互以色列百姓的祖先的应允，咱信伊的人嘛会当得到。接续第9节开始一直到12节，保罗一句一句拢引用旧约的圣经，咱会当做伙来读，做伙来看，看见外邦人嘛做伙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上帝早就有过的代志。咱先来看第9节的后半段，请咱做伙来读，请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所以我要伫外邦人中间宣证你，唱歌而乐你的名。吼，下骹有写吼，有看到吼，这出对诗篇18篇的49节。你若是现圣经吼，啥物你下卷22章50节，完全共款。真有意思的，诗人伫遮讲一项代志，讲列国就是遮个外邦人。爱伫这中间宣扬来讹落上帝救恩，安尼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所有的人拢会当听见上帝拯救的信息。好，第10节，咱搁做来读，请。伊搁讲，外邦人啊，就甲上帝的子民做伙欢喜。这是出对申命记的32章43节，嘛是摩西的歌内底
透过即句圣经节来表明旧约对外邦人要得救的预言会当成就。外邦人原底是伫上帝即个约的外口，也毋过今日只是因为耶稣基督会当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会当享受救恩即款的祝福。所以伫遮咱看见啥？哇！外邦人会当甲犹太人就是主的百姓做伙欢喜。保罗用安尼来强调，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遮外邦人，拢是基督所接纳的，会当做伙享受基督带来的福音。好，再一个做来读请。伊阁讲，万国啊，着俄罗主；万民啊，着上赞伊。这是出对诗篇117篇第一节。咱若是现圣经吼，诗篇这只有2节吼。第一节就是安尼，互保罗来引用。俄罗上帝毋是只有一群人的专利。赫本经文翻译中间有写着恁。第七件代志就是，无论是外邦人，或者是有犹太背景的遮信徒，会当做伙来，因为上帝的慈爱甲信实。咱会当用俄罗上赞，将荣耀归予上帝。好，12节到做来读请。以赛亚搁再讲，亚西的君为仆役，伊会起来统治外邦，外邦人拢会将恶梦交托伊。这是引用伫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。亚西的君是指什么人？亚西的君是啥？就是要兴起爱来统治外邦迄位，而且外邦人拢会安怎？拢会将恶梦交托伊。好合本是翻译做外邦人要拥抱伊。想象迄个画面，这是充满恶梦的图画。基督毋若是犹太人的弥赛亚，也是万国所仰望的君王。当然，这个亚瑟君就是真代表的后裔耶稣基督。所以，甲咱讲啥？外邦人甲犹太人是会当做伙互基督所接纳。保罗真少吼，一句，哇！咱头拄已经听几啊句啦。当地证明一项代志，旧约圣经中间就讲起啦，外邦人会当嘛做伙领受即个应允，外邦人有机会听到即个福音。斯托德牧师伊有安尼讲吼，保罗确信圣经带互咱恶梦，伫遮伊咧讲是万事恶梦的上帝。罗马教会信徒为虾米会当大有恶梦？为虾米？咱若是讲噩梦，就是看未来吼。今日咱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，真有意思的是，伫今年要结束的时阵，新年要开始的时，咱检测会当静落来，回想一下，就亲像今日少年团契，吼，来回顾2025，展望2026，好好来想一下。但毋过保罗讲的噩梦是啥物？弥赛亚是外邦人的噩梦。保罗期待当一切百姓甲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的时，迄时基督会搁再来，然后犹太人甲外邦人会当做伙承受新天新地迄个荣光。咱有一个印象吼。圣经中间有描写迄个画面，就是咱会当做伙伫天顶欢喜吟诗，对吧？有人讲笑讲，哈，要一直唱歌安尼，我莫去。我不知大家敢有听过。要毋过，伫迄个荣光的中间，欢喜、平安、信心、恶梦，其实是咱会当有存在的特质。若是信心是行欢喜甲平安的道路，换出来的结果就是恶梦。要毋过，这是靠咱会当得到的吗？毋是，这拢是照着咱内面的信心才会当得到。
亲爱兄姊妹，咱阁想一解吼。保罗毋是伫一间完备的教会中间在宣讲恶梦的信息，伊是伫一间有一寡紧张的关系，就是需要学习互相接纳即个功课的教会中间在宣讲。伊讲啥？恁会当大有恶梦。啊，想有影，咱会想起来，对，你甲我就是无共，就亲像我自细汉毋是长老教会大汉，后来才开始学台语啊，安尼来体验即个信仰。有时观念想法无共，真正有一寡冲突。要毋过加在咱即马真好势吼，教会中间，咱时段慢慢愿意听一个时势的声音吼，咱就做伙来想，要毋过安尼敢有够？迄个互相接纳，真是存在伫咱内底嘛？当恶梦毋是因为人无有问题，咱拢是有罪人，敢毋是？要毋过因为上帝信息。当恶梦毋是咱已经看真清楚未来会生做啥物款，要毋过咱会记起上帝要伫应带。到伫今日咱的教会，咱早起是。我甲会当咧问一个40岁以下的人，请挥挥手。宋继堂40岁以下挥手。较少吼。等下华语堂的70岁以上的就较少，对吧？不好意思啊，用40岁分一下。我40岁以上，我也要举手。当上人主菜的时阵，咱可爱姊妹就讲。牧师，我想讲你才20多岁、30多岁，我讲无啦，我无遮老，也无遐少年，我只是看起来少年吼。认真想起来，过10年就差一寡，过30年、40年、50年，基本上会无相像。要毋过伫无共款的中间，咱怎样来思想，怎样来起造即个教会？恶梦是对互相接纳开始。恶梦是建立伫上帝应允的中间，恶梦是伫信心的能力中间，加做真实的信仰。好好想一下，为着荣耀上帝，咱着互相接纳。新的一年要来啊，咱心内底是毋是有迄款的恶梦啊？伫咱的教会会呈现什么款的恶梦？就是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少数人有恶梦的上帝，愿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差别的中间游玩欢喜，伫无确定的中间游玩有平安，伫头前的路看袂清的时阵，遥顾大有恶梦。愿信心中欢喜平安充满阮，互阮会当借着信心大有恶梦。伫你的面前，安尼就恳求祈祷，靠主圣名求，阿门。